跟我回家过年之马关花山节。5年前呢，九妹在马关的花山节接受了一个美国记者的英语采访，让大家认识了九妹。今天呢，九妹又穿上了5年前的这套盛装，回到了我们马关的花山节现场。今天呢，我先用苗语给大家来一段新年祝福。迎宝过的梦，脑嘎鸟容，贵呀九妹，祖辈迎宝过的梦，鸟擦脸一宿，鸟姑困不落汤。登高采花山，采出新年新气象。我们的苗家美女和各族的朋友们都穿上了自己新年的盛装来采花山了。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漂亮的服装。阿姨你们好，看你们的衣服好有特色啊！你们是什么民族呢？我们是马里坡少数民族，就是瑶族。瑶族的一种。我在花山节现场遇到了2个汉族的我们的朋友们，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苗族服饰，就穿上了我们的苗装。这个大哥穿的是我们大花苗的这个男士盛装，这个姐姐穿的是我们西部云南文山苗族的盛装。哎，姐姐，你是哪个民族啊？我是彝族，很荣幸能到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民族的服装。姐姐，我看你们的衣服好漂亮，你们是哪个民族的？我是壮族。壮族。过年的话题是民族团体假期。参与的氛围很好。小时候采花山的感觉。小时候你们壮族也采我们苗族的花山？都有。原来这样子。好的，非常谢谢2个姐姐，太美了，预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的，谢谢。小姐姐你好，请问你是哪个民族的？我是傣族。能不能用傣语给大家来一句新年祝福？滨江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新年好。新年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啊！滨江的新年好。请问你是哪个民族的？我是苗族。苗族，这次来参加这边比赛的男装多不多？8个。8个。对。所以你算得上是万花丛中8点绿。自己就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嘛，趁着年轻的时候能锻炼一下。趁年轻。对。哇，我看了你今天来参加比赛，还专门化了很精致的妆，特别去打扮一下。太棒了，太棒了！自信展现自己的民族风采，对吧？王明老师好，今天在这里太幸运能够见到你本人了。这次你来参与是以什么形式参与的呢？我们是以这个商家的形式来参与的。就是提供服饰。对。那你们有展现了哪些服饰？我们有民族旗袍，有民族元素的晚礼服，还有民族元素的一些现代装。今天花山节现场真的是美女如云，我们在看到很多现代改良装的同时，也看到了很多非常经典的古董的这种传统手工刺绣，它们都是这种非常典型端庄的古典版型，正方形帽也是非常少见的，真的太漂亮了。你们喜欢哪一套呢？